烈士纪念碑。结果看后面的记载是民国57年空军的运输机空难事件呢，就在那个新营东边3公里的地方，就算到柳营的农场这边，正前方那个是柳营奇美医院。这里种好多火龙果。这你看这条路是集水溪的堤防道路嘞，正前方那个高铁的高架桥。这榕树长得好大57年到现在中华民国105年了，1月16号总统、副总统、立法委员选举的日子嘞。天佑台湾保佑平安，后代子孙幸福能够保障。投了第9号中国国民党的国父领导革命，推翻满清，第11次成功，第10次黄花岗之役，广州黄花岗之役。辛亥年72烈士牺牲的嘛，所以72烈士纪念碑就想到辛亥革命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，为后代子孙为了创建民主国家而牺牲奋斗的牺牲的英灵。这里72烈士纪念碑是跟民国57年空军空难殉难因公殉难的英灵也有关系。